廿多年来，水田废材忙艺术欢迎，也咱们第一届屏东国际彩陶艺术节也咱们受到注意哦。屏东县政府在南竹乡同东港镇港界的水田，同同心软体 LINE 合作，取得的土家树干，利用100有4种色的符位，在田丘的呈现出叠图人物，成功的带动话题。其实农委会农业试验所19年前6年发出按那个品种还有技术的，给当时的团队无心种植做责任，也因为按呢，稻米唔单止系粮食作物，也使得用来发展观光。永泰来电火车做定其按道的好朋友，图图、沙利、詹姆斯，还有怪嘅雷纳德，用嗲嗲去到屏东了。也记下嘅啲同心圆天来地路一定出欢迎嘅叠图人物，头一摆用天球比赛本大家看到，大家都知道当新色。屏东其实在全台湾里面所有农作物，包括这个稻米，也是在所有的产期里面是最早的。其实很多其他县市他们会在屏东产期的时候来我们屏东采购到他们其他地方去当成他们当地的这个米所以说我们想说，我们屏东的很多这种特色的产业，那我们希望借由一个活动，把整个屏东农产业来带动起来。其地球公司按个文芒果台好，也可能过去梦些，有雕彩色、金色、泡色、橙色，4种100无同样色的风味。农民就地也1.2公斤的田球，使的也4种部位，用雕彩色使出一条主角的形呢，白色是兔兔的眼神，金色就是詹姆斯的头拿毛，还有沙利的眼神。农民还会在把好的钞票准准的来使，掌握有一下安定一下的用的。做好迄个坐标来整啊，紫色净紫色的工人啊，黄色、白色做照那个坐标，因为那个图看起来你要顺那个图看起来看不到，迄个熊大啦、兔兔迄种形，但是它长大就是形对的出来刚开始要种的时候都看不出来。上海看呀，比赛田球的民众也养野米，考虑到安全，主办单位15分钟将开放本130人送去高台风、欣赏韩国翕相，大家免感染摆列的天天的等。就连顺丰的摊呢，卖嘅凤头饼係用屏東菜地出產的鳳頭味，然後媒體片家姐們也都疊圖人物，蠻技術歡迎。其实说是我们手机里面常常看到这个图样，而且在卡通里面也看得到那如果说用这个图腾，其实更能吸引大家，包括我们全国的这个手机的爱护者，也包括全球有使用手机的这个朋友，大家应该都有赖这个图样如果这样这一个图腾一个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图腾的这样子一个活泼的这个景象。其实，按你嘅比赛田球也特別唔係頭一地，現時喺美利園萬里鎮農地將有一項技術，會有從野道採集100嘅部位，係嘅是農委會台中農業試驗所嘅研究員黃強生帶頭嘅團隊，然後各種改良又改良，改出來嘅。那我們原先設定主要的目標是希望就是利用誘變的方式就化學誘變去創造出許多的變異，所以你會看到有很多顏色也改變了，在植株的全株、水稻的從葉鞘莖桿、葉片到穗到芒，它全株的這些部分都會產生顏色，所以這些就叫做彩葉稻，或是在葉片就叫彩葉稻。想都想唔到，會有安尼嘅研究成果，我為以為行卡度嘅假設，未發展出一項有限農業。只唔過唔係所有嘅研究都得到大家支持行個推廣。公司黃強生同研究團隊唔但將研究出一道彩色100嘅部位，未同時研究出全世界台灣爭議嘅非基因改造嘅彩色米。不過考慮到要管理一種樣嘅冇按規，就將日本數位加害防疫事件又不再個發生。也就會講，本單是到好好嘅田球比台展出來，會有各種色嘅米。故所地帶的研究離開農試所去教書，面對一下氣候變遷一道問題，佢們繼續啲嘅研究空평性較好嘅水稻品種。我們的環境變遷以後那我們會需要會面臨到的乾旱，
可能会面临到的淹水、虫相改变、病原相也改变了，所以原来的抗病的品种现在不抗病了，抗虫的现在也不抗虫了，利用化学诱变的方式来创造变异，然后让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开始，就是有多的选择，然后可以拿这些所谓的特殊的特性来进行育种。台湾的农业第4届方同有名，还有透明王国的好名声，只不过也按多年来，米的需求量变少。头摆发芽芽的田球，也还没有振作，也就会看澳洲马嘅发展。不过米还係天初少唔得的，農業專家按用心、經過量，將有好面對氣候變遷，也有按困難的挑戰。